今日同大家講一個經典貶義成語杞人憂天。粵語讀 K5 Gen 4足一天一，意思好簡單，就係有人無端端擔心啲唔會發生嘅事，日日愁眉苦臉，自尋煩惱。話說戰國時期有個杞國人，日日都有個天大煩惱，佢成日諗天如果突然塌落嚟，地如果突然陷落去，我仲有地方可以落腳咩？日日諗日日愁，飯都食唔落，覺都瞓唔好，整個人日漸消瘦。身邊親友睇唔過眼，就同佢解釋：天唔係實心嘅，係滿滿嘅氣體，日月星辰都喺入面行，點會塌啊？地又係滿滿嘅土石，四面八方都實淨，亦都唔會陷。佢聽完先至放下心頭大石，反正常生活。呢個成語而家好常用，俾大家3個日常例句，大家一聽就識用。第一，唔使擔心個項目會突然叫停，一切都按流程走。你咁緊張，簡直係杞人憂天。你來了。第二，個仔已經大個識照顧自己，你仲日日擔心佢出門出事，真係杞人憂天啦。要小心哦。第三，依家經濟穩陣，你唔使杞人憂天，擔心資產縮損。另外佢嘅近義詞有庸人自擾，反義詞有無憂無慮、鎮定自若，日常講說話、寫文都用得。所以啊，杞人憂天提醒我哋唔好為冇意義、唔會發生嘅事過度焦慮，做好當下就夠啦。